環境運動委員會喺金鐘添馬公園舉行世界環境日2016應對氣候變化乜都唔好嘥公眾宣傳活動，推動市民奉行低碳生活，以應對氣候變化。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話：氣候變化係全球現時面對嘅重大挑戰，呼籲社會各界同心協力，攜手建設低碳香港。政府係對氣候變化準備呢係密鑼緊鼓嘅。喺巴黎氣候大會開會之前呢，政府推出咗發表咗我哋嘅香港應對氣候變化報告2015，講咗香港同埋民間唔同嘅主要持份者應對氣候變化嘅努力，大家一齊呢係努力達至而家既定2020年嘅減碳嘅目標。現場有展板介紹大嘥鬼過往3年嘅事蹟同低碳生活貼士，舉辦咗多個升級再造工作坊、遊戲同玩物會，希望透過有趣互動嘅方式，等大眾明白減碳節能嘅重要性，鼓勵市民實踐低碳生活。